华视在地新闻，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，今年有不少的宫庙拢来调整进香的模式。台北松山自由宫已经请示过妈祖，今年到北港进香来取消，这是100年来头一届来取消。台东关山的天后宫嘛，甲活动暂停，等疫情较过，才阁甲妈祖请示回香的时间。另外，国内大型的佛教团体嘛，拢做出调整。 虔诚的信徒伫庙里祈求平安健康。每当台北松山自由宫，拢会到北港进香。不过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活动取消。这个活动在100年来都是我们以前最早是走路的，后来是坐火车的，后来是坐游览车的，所以也是说都没有中断过。那妈祖决定我们的中断，所以我们把这些香客的钱退回去。 妈祖尊驾这次大约100台游览车的人数受到影响，当专业退费。另外，伫台东关山天后宫，每当拢会请示妈祖回乡的日期，但是今年庙方拨杯妈祖回应，爱庙方暂停。经过这个会乡呢，也经历了差不多60年以上就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。想到这个病毒大家也怕那妈祖请示妈祖的时候，妈祖也没有说马上答应说要去他也有他的顾虑啦。都惊人多所在增加传染风险，全台各大庙市调整进香模式，等待疫情转好了后，才去做规划。